喺旺角黃金地段開一間1000尺嘅牛腩店，要幾多錢？答案係250萬。陳生係老闆兒子，佢同我哋講，一日要賣出600碗先至能夠回本。鴻記牛腩王呢一間建築面積大約1000尺嘅鋪仔，月租就要14萬。陳生話開業嗰陣啟動資金要7位數，主要因為裝修使咗120萬，但因為唔合乎出牌要求，使多咗冤枉錢。最困難嗰陣應該就係俾阿裝修佬困咗我。乜都簽好晒嘅，裝修咗之後包出牌噶嘛，裝修咗之後會好多啲架步呢啲唔符合出牌要求，所以就要重新嚟過，嘥咗好多錢，找多咗好多嘅冤枉路。捲閘加玻璃門要7萬蚊，同樣嘅嘢喺內地或者只係1萬人仔。冷氣每部12蚊，加埋安裝又9萬，未正式賣一碗麵已經使咗1層樓嘅錢。鋪頭日常最大開支喺人工度，樓面、洗碗時薪要70蚊，做足10個鐘，一日講緊700蚊。而廚師時薪更加去到130蚊，單計人工，每月開支已經要20萬。老闆兩公婆加埋個仔，就算唔出糧頂硬上，但係水電、煤、網絡、清潔、雜項夾埋埋又5萬，加埋埋每個月嘅基本開銷要30萬，都仲未計最重要嘅食材成本，因為全部都用最好最靚嘅料。聽住呢條數再計一計，一碗新鮮牛腩麵平均賣60蚊，要打和餐廳每月嘅營運成本。老闆話每日大概要賣600碗先得，但而家時勢其實好難做到。我都曾經想諗過放棄嘅，但係諗下真係有啲唔捨得，最辛苦都要堅持落去嘅，成副心血擺晒喺呢度啦。咁辛苦為乜嘢？兒子陳生話：爸爸開咗店之後，成個人瘦咗30磅，朝早11點開到凌晨2點，年終無休，年初1都照開。佢會自己行去旺角街市入貨。為咗挑選性價比高嘅食材，佢每件事都親力親為，包括煮牛腩、牛雜、炒辣椒醬等。面對香港嘅北上消費潮，佢哋唔鬥平、鬥心機，價錢冇得贏，就贏品質、贏鮮味、贏服務。我覺得飲食你除咗淨係做一碗麵、做一碗牛腩麵，最重要都係叫飲食文化啦。你除咗好食，好似招牌啊嗰啲，呢個係咪啊？做好個口碑先，呢啲都好關鍵嘅。呢個位置咧，花園街咧就主要係喺旺角區分3段。咁頭段咧，我哋就係飲食段，就全部都係啲飲食啊、甜品啊、餐廳。咁中間段咧就波鞋街，尾段咧就係成衣段。咁呢條街咧係得天獨厚嘅，因為佢喺嗰個豉油街嗰邊咧、洗衣街嗰邊咧有間中旅社。咁中旅社咧就由呢邊嘅豉油街到嗰邊嘅洗衣街咧，就聚集咗好多旅行社嘅旅遊巴。咁呢個鋪頭咧就聚集咗好多不同嘅國家嘅遊客啦。支撐呢一間鋪嘅，從來唔係600碗呢條數，而係一家人全年無休嘅汗水，同埋對一碗好味道嘅固執。呢碗粉麵嘅鮮唔係得個講字，而係食完會記住嘅味道。